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個星期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對我哋現代人嚟講一個好重要嘅信息，就係點樣調整我哋嘅心態歸向神。特別喺現代嘅社會，喺我哋周圍有好多嘈雜嘅聲音啊！呢啲聲音係一路嘅去影響緊我哋能夠專注喺我哋生活裏邊，睇唔睇到有神嘅同在。特別係耶穌離開一個地上高，最後晚餐去安慰門徒，一個好重要嘅信息，就係佢話：我會求父，父就賜俾你哋聖靈保惠師，他要永遠與你們同在。換句話嚟講，雖然間我哋而家距離耶穌已經超過2000年，但係聖靈嘅同在係冇停止到，直至到主耶穌第二次再翻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今日經唔經歷到聖靈嘅同在呢？好可能係因為我哋嘅心係未完全對焦喺神嘅嗰一度，我哋完全未能夠歸向主，所以聖靈微小嘅聲音，我哋都好難能夠聽到。更唔再講神嘅說話，透過聖靈嚟到去感動提醒我哋，因為我哋都好少讀神嘅說話。咁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一個嘅題目，調整心態歸向主。特別係我會用路加福音第1章嗰2對嘅夫婦。第一對嘅夫婦呢，就係約瑟同瑪利亞。第二對嘅夫婦就係祭司撒迦利亞同埋伊麗莎白。佢哋都一齊經歷咗400年啊！神係完全靜默。以色列人喺呢400年嘅裏邊，佢哋係面對緊一個好沉重嘅經歷，因為佢哋被擄，雖然間歸回，有自己翻去神應許嘅迦南地，但係都唔係喺佢哋自己掌控嘅裏邊。佢係受咗馬代波斯，後來受住羅馬希臘嘅一路嘅管控，所以喺呢段咁長嘅時間，神冇出聲。咁啊，出現嘅時候呢，究竟瑪利亞、約瑟、伊麗莎白同撒迦利亞點樣能夠喺掙扎或者係好茫茫然嘅過程底下，喺呢一種咁樣嘅經歷呢，調整佢哋嘅心態歸向神？咁當然喺當時呢，有主嘅使者係直接向我哋顯現，同我哋講。不過問題就係，經過400年完全冇任何嘅消息，冇任何神嘅工作，佢哋係信唔信呢？咁同樣喺今日，耶穌應許我哋有真理嘅聖靈永遠同在。2000多年前啦，到今日，我哋睇唔睇見神嘅教會、神嘅福音、神嘅宣教係一路嘅擴展，從一個小小嘅耶路撒冷地方一路擴展到全世界，到今日好多好多嘅耶穌基督嘅信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當我哋能夠了解到原來耶穌應許嘅聖靈係永遠與我哋同在嘅時候，我哋就要睇一睇，我哋點樣嚟到去回應或者係歸向我哋呢一位神呢？我哋大家首先睇一睇路加福音第1章，佢係即係特別係喺路加福音第1章，其實馬太福音第1章咧都有提到嘅。第二個焦點我會同大家睇嘅就係撒迦利亞一位祭司，佢嘅太太伊麗莎白，其實佢老人家嚟噶啦，係唔會有任何生育嘅能力嘅。
咁聖靈充滿佢哋，佢哋由不信去到稱頌神。第三就係瑪利亞同埋約瑟，佢哋係從一個好疑惑、困惑嘅狀態底下，佢哋嚟到一個情願遵從神嘅帶領同埋神嘅計劃。咁呢個都係喺過程裏邊咧，需要去調整嗰個心態歸向主嘅。我哋睇一睇路加福音咧，其實係由一位醫生所寫嘅。當時呢一位路加醫生，佢係全科醫生嚟嘅。喺聖經裏邊，佢寫咗兩卷嘅書，一卷就係路加福音，一卷就係使徒傳。除咗佢係受聖靈嘅啟示感動之外，其實佢一個專業，佢都要好小心聖靈嘅啟示同佢所面對嘅專業有冇衝突。佢好小心嘅嚟處理嗰個歷史同埋考證，一個同樣喺路加福音同使徒行傳咧，佢好清楚講，就係佢詳細考察。呢一個係馬太福音同埋路加福音好清楚嘅咁樣嚟去記錄，所以路加醫生佢作為一個全科嘅醫生，我哋了解到就係相繼500年之後，就係以色列人被擄，神開始靜默啦，天使出現第一個嘅神蹟。咁當然啦，天使出現第一個神蹟咧，對於當時嘅人，佢哋一方面疑惑啦，一方面就係心靈裏邊咧都係十五十六。咁多年啦，我哋都未見過神嘅神蹟，而家天使出現，佢講嚟緊，我哋會生仔喎，咁樣。咁當然啦，內心裏邊好想啦，但係想還想，能唔能夠係實現到呢？咁所以咧，路加醫生所表達出嚟喺路加福音咧，係關於老人生仔、處女懷孕嘅神蹟。呢兩對嘅夫婦，佢嘅心理同埋心態係點樣調整？佢係點樣嚟到去接受，並且預備迎見主呢？嗱，呢一個咧就係需要我哋能夠從路加福音嗰度咧係斟酌去睇翻嘅。好，咁我哋就繼續睇一睇，跟住嚟呢一位全科醫生咧係點樣嚟到去表達當時呢兩對嘅夫婦咧，佢哋係調整佢哋嘅心態。我相信佢哋面對住一個好似好疑惑，又好期望神蹟出現，但係另一方面，過去咁多年，佢哋特別係撒迦利亞先知，撒迦利亞祭司，佢已經年紀咁大啦，佢喺聖殿裏邊侍奉都列都一段日子啦，都未見過嘅，佢點搞咧？嗱，再加上咧喺當時候嘅祭司大祭司咧，佢全部都係撒都該人嚟嘅。撒都該人最出名係一樣乜嘢咧？佢哋唔信神蹟，哇！呢個好攞命啊！現今聖靈或者天使直接同佢講：喂，你要生仔喎！佢唔信神蹟嘅，佢點樣嚟去接受呢一樣嘢咧？咁所以咧，老人生仔、處女懷孕咧，就似乎喺整個嘅新約裏邊一開始咧，就帶出嚟俾我哋了解。面對耶穌呢個降生，面對佢道成肉身喺前邊要帶出嘅佢生命道成肉身，改變人，將人從罪惡嘅困擾重擔裏邊拉出嚟。究竟我哋嘅心態係應該點樣調整？
就唔係淨係話，哎呀，我接受你啊，或者係我有好多難處啊，我有好多需要啊，我都即係乜嘢都冇辦法啦，又乜嘢嘅門路都冇啦，咁啊，即管信下啦，唔係即管，而係我哋嘅心態係應該點樣去調整咧？咁你首先睇一睇呢一對年老嘅夫婦，佢又係祭司啊。咁啊，路加福音第一章就第18節嗰度，就撒迦利亞話：我憑乜嘢知道呢件事？我作為祭司，我係一路講解律法，係以事話事，以整個律法嘅基礎我就講出嚟，好似講書咁樣。我從冇講過神蹟，因為暗地裏我係唔相信神蹟。咁所以佢就問我憑乜嘢知道呢件事呢？嗱，呢一個係開始嗰種嘅心態，但係聖經裏邊俾我哋見到佢係點樣嚟到進到去被聖靈充滿，從一個不信嘅嚟到稱頌。我想當時嘅祭司啊，係撒迦利亞一個，佢真係改變咗整個祭司嘅文化。佢係接受原來我唔相信神蹟，而竟然間神蹟發生喺我身上，發生喺我家庭嘅身上度。嗱，咁啊，同大家睇一睇呢幾節嘅經文，我就抽一抽出嚟咧，就同大家讀晒。第5節，當猶太王希律嘅時候，亞比亞班裏邊有一個祭司，名叫撒迦利亞。佢嘅妻子咧就係亞倫嘅後人，就係伊利沙伯。咁啊，按照祭司嘅規矩，祭籤咧就進入神嘅殿裏邊燒香。燒香嘅時候，眾百姓就喺外邊祈禱啦。有主嘅使者就喺撒迦利亞燒香嘅時候，就喺聖所裏邊站喺香壇嘅右邊，就向佢顯現啦。撒迦利亞睇咗之後咧，就好驚啊！神出現，我會唔會係性命不保呢？神係聖潔嘅，使者係聖潔嘅。咁啊，天使就對講撒迦利亞，唔好怕，因為你嘅祈禱已經係得到聽到，被聽見啦。你嘅妻子伊利沙伯就要俾你生一個仔，你要給他起名叫約翰。嗱，咁啊特別咧，佢係按照佢一個規矩祭節，咁即係話佢係有機會唔係佢入去嘅，但係你可以話有咁啱得咁巧啦，佢就係入到去啦咁樣。咁所以當我哋睇翻聖殿呢一個情況，我哋就會更加明白到嗱，當時咧呢一個就係外院，一個就係裏一個就係聖殿入去，就嗰一個嘅敬拜啊。咁呢啲咧就係所羅門嘅廊子，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模型啦。當然，但係當時嘅祭司耶穌時代嘅聖殿咧就係咁樣嘅啦。咁所以當我哋睇翻呢一件嘅事嘅時候咧，聖經俾我哋了解到一點，就係喺成個聖所聖殿嘅裏邊，我哋就可以睇見撒迦利亞佢按住規矩祭籤咧，就入到去聖所呢一度咧，呢個裏邊就係至聖所啦。至聖所同聖所中間有一個幔子，咁呢一個就係金香壇。使者就站喺呢個金香壇嘅右邊嗰一度。咁我哋如果參考出埃及記咧，我哋了解到喺聖殿裏邊，
至聖所同埋聖所之間咧有一個嘅金香壇。祭司嘅任務咧就係要每日嘅早晨黃昏咧，就要喺呢個金香壇嗰度咧嚟到燒香嘅。咁所以早晨同黃昏啊，佢都要入到去。咁同一班次其實有好多祭司嘅，就唔係人人都可以入到去執行呢一個嘅任務。因此咧，祭籤決定唯有中籤嘅人咧先可以入去。嗱，咁啊，撒迦利亞咧，佢其實一路為自己能夠有後啊，即係話有仔女嚟到禱告，禱告咗好耐，由年青一路禱告到而家。一路禱告嘅時候，你可以話年青嘅時候還有指望，但係一路禱告去到年老嘅時候，人已經老了，正好似亞伯拉罕同埋佢嘅太太撒拉所講，人已經老了，點樣能夠生仔咧？咁但係我哋可以見到嘅就係，按照當時啊，其實喺耶穌時代大概有18000個祭司。中籤進入到殿裏邊燒香嘅機會咧，一生啊最多只係一次嘅，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咧，呢一個係好特別有嘅一種光榮同埋權利嚟嘅。咁呢一個就係當時我哋可以見到嘅一個撒迦利亞啊，佢又正係可以咁樣啊，就。神嘅使者唔喺佢屋企同佢講說話，神嘅使者係喺佢侍奉嘅時候，站喺呢一個嘅香壇旁邊顯現，同佢講。當時佢亦都係好誠心嘅嚟到去服侍，去點香。咁呢個就係當時嗰一個嘅處境。咁我哋了解到。使者同佢講：喂，唔使驚，唔使驚，你嘅太太伊麗莎白就會生一個仔。咁其實我哋要了解到咧，聖經裏邊提到祭司嘅太太咧，就呢次係第二次嘅啫。第一次咧就喺出埃及記第6章嗰一度，就係講到亞倫嘅太太以利沙巴。咁啊，其實亞倫嘅太太同埋呢一位撒迦利亞嘅太太，一個係舊約，一個係新約咧。佢哋係第一代喺新約裏邊，你可以話影響緊後來，即係話亞倫同佢太太以利沙巴，佢係影響緊舊約嘅後來。撒迦利亞同以利沙伯，佢喺新約第一個有咁樣嘅事情影響緊後來。我先同大家講，撒迦利亞作為一個祭司，撒都該人咧係唔相信有神蹟。喺佢嘅出現，真正經歷到神嘅工作，老人生仔，你信唔信？喺佢生命嘅經歷底下，佢真係經歷到呢個就直接影響緊成班嘅祭司。咁所以我哋繼續睇落去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再睇第14節，你必歡喜快樂，有許多人因他出世必喜樂。他在主嘅面前將要為大，淡酒濃酒都不可吃，從母腹就被聖靈充滿。佢要使好多嘅以色列人回轉歸於主佢哋嘅神，佢必有以利亞嘅心志能力行喺主嘅前面，叫為父嘅心轉向兒女，叫悖逆嘅人轉從義人嘅智慧，又為主預備合用嘅百姓。撒迦利亞就對天使講：我憑住乜嘢可以知道這事？我已經老啦。我妻子亦都年紀老邁，就正如好似昔日佢哋嘅祖宗亞伯拉罕同埋一個撒拉一樣，一模一樣嗰一個嘅回應。但係我哋可以見到嘅就係
原來咧第14節、15節、16至17節咧，係用一個詩歌嘅題材咧嚟到去表達出嚟。咁呢個詩歌嘅題材嘅意思係乜嘢咧？佢就係好着重嗰一種韻味同埋嗰一個嘅內涵啊，唔係淨係指到字面之間。咁所以佢帶出整個後來嘅施洗約翰，佢所能夠做到嘅，唔單止係一啲字面嗰一個處理同解釋，就係施洗約翰佢能夠係進入到人生裏邊，點樣係去扭轉，使到人歸向神。佢有以利亞嘅心智能力。咁當然我哋從後來嘅福音書嗰度更加見到施洗約翰佢所做嘅一切啦。咁所以咧，佢施洗約翰從母腹裏邊咧就被聖靈充滿。大家要留意一點，喺呢一段嘅時間，聖靈還未係降臨嘅。由舊約開始，一路到而家，或者成個咁大段嘅時間咧，聖經裏邊講聖靈充滿啊，係好清楚表達一樣嘢，就係被聖靈充滿嘅人，神係俾佢一個嘅使命喺佢一生嘅裏邊，為神嚟到完成神嘅計劃同埋工作。換句話嚟講，喺呢個施洗約翰還未出世嘅時候，喺媽媽伊麗莎白嘅肚裏邊咧，佢就已經被聖靈充滿。呢個被聖靈充滿係表達清楚，佢係已經未出世啦，係領受神嗰一個嘅託付，同埋領受神嗰一個嘅命令。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好清楚能夠見到。咁所以最重要一點就係佢要令好多以色列人轉。當時嘅以色列人佢哋係行緊唔係摩西嘅律法，佢哋行緊嘅係口傳嘅律法。口傳嘅律法叫人係着重喺外在嘅嗰種信仰嘅文化，外在信仰嘅表現，而唔係喺內心裏邊嗰一種嘅扭轉。五體投地伏喺神嘅裏邊。咁呢個咧就係當時施洗約翰嗰一個時代，又係耶穌未道成肉身嚟一個世界之先，整個嘅時代都係咁。咁因為以色列人被擄歸回之後咧，佢哋就喺口傳嘅律法上都一路發展，一路發展。原本嗰一個心意係好嘅，就係點樣可以喺實際嘅生命裏邊、實際嘅生活裏邊，能夠活出神嗰一個嘅律法咧？咁但係慢慢咧就偏離咗神啟示嘅五經，就用咗好多人嘅方法，就係嗱，你咁樣去做就係行律法啦。所以點解耶穌鬧嗰班嘅文士，鬧嗰班嘅法利賽人，就係話：哇！你哋咧嘅信仰就係外表粉飾得好靚，好似墳墓咁樣，但係裏邊裝滿咗死人嘅骨頭。你唔能夠係將人嘅生命係正常地發揮，你唔能夠將人嗰一個生命喺現實嘅世界裏邊咧，能夠經歷到神嗰一種嘅釋放同埋神嘅同在，只不過係靠住行為嚟到去完成所謂信仰嗰一個嘅責任。咁所以咧，施洗約翰嚟到係要使到好多以色列人回轉過嚟，係將佢哋焦點，我每一日點做啊？我返教會啊，我祈禱啊，我奉獻啊，等等，就好多人就以為呢一啲咧已經係滿足到信仰嘅要求。唔係，耶穌要求嘅係比呢啲嘢更加多，就係我哋嗰一種嘅心意，我哋嗰一種內在嘅生命，能唔能夠係轉化
有着耶穌基督嗰一個嘅心腸喺裏邊咧。咁所以我哋就明白到，佢叫為父嘅心轉向兒女，悖逆嘅人轉從義人嘅智慧，又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。咁呢啲嘅使命咧，係完全喺施洗約翰未出生嘅時候咧，被聖靈充滿，係一路嘅託付俾佢。咁所以咧，施洗約翰嘅出生，佢係其實承接住祭司嗰一個嘅培訓，因為佢有爸爸係祭司，所以佢係承接佢爸爸嘅衣缽。咁因此咧，佢慢慢細個成長，佢都係需要熟讀律法、五經律法，知道點樣嚟到去服侍神。呢一個咧，就喺家庭嘅裏邊，使到施洗約翰嗰種培訓。個問題就係，我已經老啦，年輕嘅時候我一路祈禱，我都還有信心，係因為我哋都還有機會啊嘛。但係一路祈禱神，你都冇工作，而家祈到我老啦，妻子都老啦，其實我哋都係要咁祈禱㗎啦。但係一路祈禱，年紀越大嘅時候咧，嗰種嘅心越嚟越冇把握嘅。再加上佢係唔信神蹟嘅，咁啊更加乜都冇添。咁所以我哋就可以睇見神喺呢段嘅時間，佢使到撒迦利亞咧就口啞9個月啊，10月懷胎9個月懷胎啊，佢係完全唔能夠出聲，因為唔想撒迦利亞佢係混亂神嘅計劃，要佢靜心嘅嚟到思想，靜心嘅嚟去體會，唔因為佢唔信神蹟喺度混亂，唔因為佢覺得自己老啦，太太老啦，嚟到去混亂神佢一個嘅工作喺裏邊。咁啊9個月唔能夠出聲，好困難咯。但係神就為着佢要配合呢一個嘅計劃，所以咧主降臨係要先於佢嘅心思，而唔係要去解釋。咁啊，有啲嘢解釋唔到嘅，有啲嘢甚至乎解釋完咗，佢都唔能夠接受嘅。所以倒不如你安安靜靜嚟對思想，嚟對體會神嗰個計劃係點樣能夠成就啦。咁所以跟住嚟，我哋又可以睇見那時瑪利亞起身，呢一個咧就指到同撒迦利亞、伊利沙伯有親屬關係嘅另外一對。咁啊，佢都唔知道撒迦利亞、伊利沙伯嗰件事啊。咁當時咧，瑪利亞就起身急忙往山地嗰度啊，去到猶大嘅一座城，入到撒迦利亞家就問伊利沙伯嘅安。伊利沙伯一聽到係瑪利亞問安咧，喺肚裏邊一個胎咧就一路咁樣跳啊！伊利沙伯就被聖靈充滿，高聲喊住咁講：你係婦女中最有福嘅，你所懷嘅胎亦都係有福嘅。我主嘅母到我這裏來，這是從哪裏得的呢？好難得，因為你問安嘅聲音一入我耳，我腹裏邊嘅胎就歡喜跳動。這相信嘅女子是有福的，因為主對她所說的話都要應驗。咁當時佢爸爸撒迦利亞同樣係被聖靈充滿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了解到，施洗約翰喺胎裏邊被聖靈充滿，然後跟住撒迦利亞佢媽媽被聖靈充滿，後嚟更加撒迦利亞被聖靈充滿，咁啊，一家人被聖靈充滿，一家人慢慢嚟到去理解思想
接受到神託付俾佢哋要完成嘅嗰一個嘅使命，呢一個係好難得嘅一件事嚟嘅。咁啊，我哋去睇一睇喺以弗所書嗰度提到咧，就係第5章，佢話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蕩，乃要被聖靈充滿。嗱，我哋要問嘅時候，聖靈充滿係咪不自覺嘅咧？唔能夠控制，好似醉咗酒咁樣嘅咧？咁啊，當然咧，有一啲係極端嘅靈恩派咧，就俾我哋見到啊，當佢係被擊倒，被好多嘅招數出現嘅時候咧，似乎係控制唔到自己，似乎係好似同醉酒嘅一樣嘅。但係我哋要了解到，我哋首先分一分先，而家嘅酒分類咧，大概啤酒有4% 係酒精，普通嘅酒9到11% 酒精，Brandy 40% 酒精，烈酒係超過40% 咧係酒精嚟嘅。咁啊，當時我哋要了解到保羅時代嘅酒啊係咩咧？咁呢個保羅時代嘅酒主要係葡萄汁，然後煮成濃液，慢慢釀酒啊。咁所以咧，嗰個酒嘅成分咧就係3:1至到20:1啊。咁啊，清酒咧就係3:1嘅啫，濃酒就係20:1。濃酒咧就係外邦人飲用嘅嚇。咁啊，清酒咧就因為我哋大家了解到咧，當時嘅水源咧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去超市買樽裝水。又或者扭開個水喉攞水嚟到去飲啊，咁啊當時冇咁樣嘅設施，又冇咁樣嘅資源啊，咁所以咧佢哋好多都係飲葡萄汁，一路釀製成嘅清酒啊，大概係3:1啦。咁當然濃酒就係20:1咯，即係1份水20份嘅酒精。咁呢啲咧都係外邦人飲用嘅嚇。咁啊，聖經原文嘅裏邊咧，就有不同嘅字眼嚟對表達嗰啲嘅酒係屬於邊一類，我哋就可以見到啊。咁啊，被聖靈充滿就唔係被酒充滿咯，被聖靈充滿，我哋要了解啦。聖經呢一度所提到嘅，就唔係喺社交上高嘅飲酒。喺信仰敬拜上高咧，喺當時佢哋相信有一個酒神，喺整個敬拜裏邊咧，就藉住呢一個酒醉去提升自己同呢一位神嘅相遇嗰種嘅感覺。咁所以聖經喺新約裏邊特別提到啊，唔可以醉酒啊。咁當然唔係單止我飲酒飲醉，而係另外喺信仰上高有一啲嘅人啊，佢係要同呢一位酒神咧能夠相遇啊，產生嗰一種神秘嘅感覺。咁啊，佢喺度飲酒飲到醉咧，就提升自己同呢一位酒神咧嗰種嘅相遇。咁所以咧，嗰種靈相遇嘅感覺，但係我哋可以了解到，並不是聖經裏邊俾我哋能夠睇到嘅，即係要我哋了解，要我哋明白到嘅。咁所以咧，呢一位撒迦利亞，我哋就了解到憑乜嘢相信咧咁樣。咁啊，我就俾大家嚟去睇一睇。呢一個係剛才睇完咗啦。由聖經裏邊一個我憑乜嘢知道咧？去到被聖靈充滿，由不信去到稱頌。所以我哋要了解到聖靈充滿唔係一種冇意識、唔受控制嘅狀態，好似醉咗酒咁樣，係靈裏邊與神嘅相通呢一種
神秘或者係巧妙嘅經歷，係叫我哋能夠一種心靈嘅釋放，係好平和、好柔順喺裏邊，係能夠體會到呢一位原來喺我周圍，原來喺一個宇宙嘅裏邊嗰位創造主係同我相遇啦咁樣。咁所以咧，透過真理嘅聖靈嗰種嘅感召，又通過啟示嘅真理，特別我哋而家有聖經咧，係落地嘅喺我哋嘅生活裏邊去經驗嗰一個實在，使到我哋嘅生命釋放，慢慢我哋願意去配合神嗰一個嘅計劃。咁所以聖靈嘅感召係通過啟示嘅真理。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咧，撒迦利亞佢問就我憑乜嘢知道啊？神就使到佢9個月不能作聲。喺個過程裏邊，佢要慢慢唔好用自己嘅思想語言嚟到去混亂啊！佢要靜心睇一睇，究竟佢經歷呢啲嘅事係咩意思？究竟佢遇見使者，而喺聖殿裏邊遇見使者，就肯定一點，唔係嗰啲嘅即係邪靈啊、污鬼喺嗰一度，而係真係神嘅靈喺嗰度。咁所以聖經形容到後來佢都係被聖靈充滿，即係話換句話嚟講，佢都意識到聖靈同在嗰一個嘅能力係點樣，一個係落地嘅經驗，生命嘅得釋放，而且係配合神嗰個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對於撒迦利亞呢一對夫婦嚟講，我哋可以見到佢係慢慢點樣從一個佢要從頭腦上嗰個理解，慢慢靜心落嚟，被聖靈充滿，從不信去到稱頌啊！有時唔係從頭腦了解先，有時係從經歷嚟到去體驗先。咁所以我哋睇下第2對嘅夫婦，瑪利亞同埋約瑟。耶穌基督降世嘅事咧，就記喺下邊啦。呢個喺第1章18節，佢媽媽瑪利亞已經係許配約瑟啦，但係仲未迎娶。瑪利亞就從聖靈懷了孕。佢嘅丈夫約瑟係個義人，就唔願意明明嘅羞辱佢，就想暗暗嘅休咗佢。當佢一路咁樣去諗點樣去做嘅時候咧，神嘅使者就喺夢中顯現，同佢講得好清楚，就係你都唔使驚，你即管娶過你嘅太太瑪利亞。當時佢哋已經係許配之後大概1年咧，就跟住迎娶噶啦。咁因為佢懷嘅孕係從聖靈而嚟，我係一個真係世界上嗰第一單。點搞？喺以色列嘅律法底下，你未婚懷孕咧，被石頭掟死，呢個好危險嘅。但係主嘅使者就話，佢係要將自己嘅百姓從罪惡裏邊救出來，因為主耶穌。咁所以咧，呢一個嘅約瑟醒過嚟嘅時候，佢就遵從主嘅使者吩咐，就將妻子瑪利亞迎娶過嚟啦。只係冇同佢同房，等佢生咗耶穌頭一胎，先正係同佢同房。咁所以喺肉身上高，我哋可以見到咧，耶穌係有幾個嘅細佬妹嘅。咁只不過咧，耶穌佢係由瑪利亞約瑟呢一個肉身嘅父母嚟到守候住，佢係被聖靈感孕嘅出生。咁因此，我哋可以了解到，特別第34節，點樣會有呢件事
嚟到去出現嘅咧？咁我哋睇一睇喺當時候嘅處境。咁啊，到咗第6個月咧，天使加百列就奉神嘅差遣咧，去加利利一座城，名叫拿撒勒。到咗一個童女嘅屋企咧，係已經許配大衛家嘅一個人，名叫約瑟。童女係名叫瑪利亞。咁啊，呢一個咧就係好清楚俾我哋見到呢件嘅事情啊。咁所以喺嗰度呢一個嘅鎮係點嘅咧？咁啊，左邊就係而家嘅拿撒勒啦，右邊其實就都唔係距離我哋太遠嘅，就係1842年嘅拿撒勒嘅情況啊。我俾大家比對一下，就到耶穌嘅時代咧，更加係即係其實喺呢大段嘅日子咧，即係到1842年咧，拿撒勒嗰個嘅模樣咧係冇乜大變嘅，係工業革命之後，就西方嘅一個轉變咧，就使到全世界慢慢先至改變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我哋中國我哋都冇乜變啦，喺嗰段嘅時間。咁當時我哋了解到，從許配到結婚呢一段咧，大概相距1年嘅時間，即係話咧係瑪利亞許配咗約瑟，但係大家未結婚嘅，大家守候。咁啊，可能用我哋而家大家了解嘅一個嘅意識就係我定咗婚先咁樣。咁瑪利亞聽到作為一個女士啊，梗係驚啦，發生喺佢身上啊嘛。哇！我都未結婚，點可能會生仔㗎？咁樣。咁啊，但係咧，天使對佢講啦，唔好怕，你喺神嘅面前已經蒙恩啦，你要懷孕生子，起名耶穌啊，佢要為大啊。咁啊，並且咧，佢要做雅各家嘅王。咁呢一個我哋大家可以理解到咧，就係成全緊神喺舊約對大衛猶大家大衛嘅後裔嗰一個王嘅傳統啦。就係大衛家喺舊約裏邊一個皇室體系，一路延伸到原來喺新約嘅裏邊，耶穌嘅先祖係大衛，從一個地上嘅王國轉移到去一個天上嘅王國，係唔再分人種，唔再分地域界線啊！咁所以咧，保羅講唔再分為奴自主，唔再分外邦人、猶太人啊！咁佢一個耶穌嘅出現咧，係要將呢一個救贖係臨到全世界，每一個人都能夠有機會。所以聖經形容到佢嘅國係冇窮盡嘅。咁啊，當時咧，我哋可以了解到就係約瑟就按主嘅吩咐，就將瑪利亞迎娶過嚟啦。咁當時瑪利亞就對天使講：我未出嫁，點有呢件事啊？天使又話：聖靈要臨到你身上，至高者嘅能力要蔭庇你，因此所以生嘅聖者必稱為神嘅兒子。況且你嘅親屬伊麗莎白喺佢年老嘅時候亦都懷孕啦。一個素來稱為不生育嘅，而家已經懷孕咗6個月啦。因為出於神嘅話，冇一句唔帶有能力嘅。瑪利亞講：我係主嘅使女，情願照你嘅話成就在我身上。咁我哋了解到咧，伊麗莎白係利未人，佢嘅親戚瑪利亞同樣都係利未嘅後裔。咁啊，最困難就係瑪利亞嗰種嘅困惑，佢唔明白點會有呢啲嘅事咧？全世界佢都未聽過嘅，但係出於神嘅話，
冇乜嘢係唔可能嘅。咁所以瑪利亞就話：情願照你嘅話成就在我嘅身上個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了解到，瑪利亞同主嘅使者就話，即係我願意去配合神嘅計劃、神嘅工作。咁啊，天使就離開。嗱，我哋大家要了解先，都有提到喺當時嘅社會咧，未出嫁嘅女子懷孕啊，唔單止係最唔名譽嘅事，亦都係最危險嘅事，因為佢極可能咧係被爸爸媽媽嘅父母趕走，被佢嘅未婚夫咧嚟到去休，並且仲有可能咧係被猶太嘅律法咧係要用石頭嚟到打死。但係我哋了解到瑪利亞話情願照主嘅計，佢係知道主佢會係補足喺後來嘅一啲困難，佢唔能夠處理嘅事。人生有好多困惑唔能夠詳盡或者唔能夠了解明白嘅，係需要主動好、被動好嘅，俾機會嚟到俾神解釋，又唔係一時三刻可以處理解釋到。喺個過程裏邊咧，雖然間係有困惑唔清楚，但係要認定神嘅能力，沒有什麼的事情神係不可能的。咁呢一個都係我哋一個學習嚟啦。特別係面對我兒子佢嘅困難，但係學習體會等候神嘅能力，就好似約瑟，佢就話照遵着主使者嘅吩咐，將妻子娶過嚟。佢都要面對好多嘅思想嘅鬥爭，面對住好多信心嘅一個嘅履行，啊，面對住對呢一位神嗰一個嘅倚靠，啊，面對住喺周圍喺猶太律法嘅影響底下，佢要頂住嘅好多好多呢啲嘅嘢，像好似瑪利亞，佢情願照主嘅話嚟到去成就。咁所以我哋要明白到呢一種就係心態嘅調整，無論係撒迦利亞、伊麗莎白，聖靈充滿，慢慢俾佢睇見，原來佢哋係配合緊神嘅計劃。瑪利亞同約瑟一樣，從困惑到情願進行，原來佢哋係配合緊神嘅計劃。當我哋放開懷抱嚟到去體會，今日神原來可以用我哋去配合神嘅計劃，呢一個係好得無比。但係因為我哋現在習慣，神啊，我想咁樣，我要咁樣，你配合我嘅計劃就容易啲啦嘛。因為我已經係運籌在握啊嘛，你配合我啦。但係好多時唔係，就係神有一個計劃，叫我哋點樣嚟配合咧。咁所以好盼望我哋能夠調整我哋嘅心態，迎向我哋嘅主，過我哋一個釋放滿足嘅人生。請我哋一齊禱告。親愛主，我哋願意嚟到你嘅面前去等候你。好多嘅時候，我哋都係體會神你配合我哋嘅計劃，所以我哋嘅心態完全冇調整到，我哋點樣嚟到去等候迎向你，體會神你自己嘅計劃。但係從伊麗莎白、撒迦利亞、從瑪利亞、約瑟，我哋體會到佢哋本來都有自己嘅計劃，但係佢願意係放低嚟到去配合神嘅計劃。神啊，若然間你喺我哋生命裏邊有你嘅計劃嘅時候，就幫助我哋學習放低，迎向你嘅計劃，喺中間幫助我哋懂得點樣去調整我哋嘅心態。我哋求聖靈喺我哋裏邊工作，祈禱係奉基督耶穌名字，阿門。
三一神經配戴頌揚。阿們。親愛的主，我哋感謝你，因為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嚟到呢個世界，因為聖靈係被應許與我哋永遠同在。但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喺一種嘅應許底下，能夠喺我哋一個好現實嘅生活裏邊經歷到耶穌基督嘅慈愛，耶穌基督嘅恩典。又願天父上帝嘅慈愛係透過真理嘅聖靈感動我哋，提升我哋嘅靈性，每一日可以與主相遇。親愛聖靈，我哋都係求告你，幫助我哋點樣預備自己，配合神你嘅計劃，而唔係我哋要神你去迎合我哋嘅計劃。願意耶穌基督、天父上帝同聖靈常與我哋眾人同在，直至到主再返嚟。阿們。